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山道旅人。成日有朋友問我深圳睇牙好唔好？我呢排自己刷牙流牙血，懷有牙周炎，所以今次就親身過關，帶大家去一間喺羅湖區嘅麥芽口腔醫院檢查下。地鐵湖背站一出地面就見到，而且啱啱遇上深港種牙節優惠，想順便幫屋企人攞定資料。想知道檢查過程係點，優惠有幾抵？即刻睇片！深圳地鐵2號或者5號線湖背站 C 出口，一出到嚟就會見到呢一棟白色嘅建築物，同一個地鐵站嘅 E 出口，一上到地面就即刻見到，方便又快捷。嚟到正門入口，地下指示好清晰，正對面就係登記處，大堂亦都有啲座位，仲有照 CT 同埋洗牙中心。我就喺佢哋嘅官網度預先登記，跟翻佢哋嘅時間嚟到，咁就 OK。我嚟過呢度幾次，所以講翻電話號碼，佢哋就揾翻我之前嘅記錄。下一個步驟就係去照 CT 室就喺同一層，唔使走嚟走去。醫生隔離坐住等嗌名牌。好啊，唔該晒。隔離就係 CT 室。入咗去就着住件防 X 光嘅衫，跟住指示坐喺度，機器就會圍繞頭部旋轉，利用 X 光多角度拍攝技術，唔使1分鐘就可以得到牙齒嘅高清 3D 影像。你好，這個拿去3樓前台就可以了。哦，好的，謝謝。有電梯去到唔同嘅樓層，方便老友記。其實佢哋仲有另一個 CT 中心喺4樓，採用德國嘅 CBCT 技術，呢種技術比較適合牙周病評估、根管治療、種牙同埋智慧齒評估等等。掃描嘅時間比一般 CT 短，效率更加高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係。你喺大廳坐下等嗌名。好啊，唔該晒。呢一間麥芽口腔醫院有10萬尺，係成個大灣區入邊面積最大嘅口腔專科醫院，有國內外資深醫師，佢哋都係深圳唯一一間有自己嘅義齒加工廠，可以好好咁控制產品質素。醫院嘅分類分得好清楚，每一個樓層都有唔同嘅功能。1樓就係口腔護理中心，即係我哋香港人所講嘅洗牙，都接近10間房，而且每間房都有翻上下大，就唔係好似香港嘅牙科診所咁樣逼逼夾夾。依家 WhatsApp 預約洗牙第一次免費，大家可以把握呢個機會。我會將 WhatsApp 嘅預約連結擺返資訊欄度。診症室係落地玻璃窗，望住深南東路一個市中心嘅景色，比起四面都係牆，一個密封嘅普通診所。睇牙時就會覺得比較放鬆，而且呢度嘅設備有板有眼，開咗1年多啲，保養唔錯，加上以白色為主，光線充足，作為一個可能需要醫治嘅，會感受到被尊重。醫院有一個獨立嘅消毒供應室，用玻璃隔住，可以睇到入邊嘅情況。職員係戴上手套、口罩同埋防護衣物，每個工具都會經過11度嘅消毒程序，透過消毒時間、溫度等等嘅指標，達到無菌處理，先會再俾另一個用家使用。而且喺大堂有消毒室嘅直播，令人感覺放心。有啲獨立嘅休息區，面積都幾大。咁每一間醫院都會有啲名醫就診，呢位黃醫師就係其中一位。佢以前係暨南大學教授，依家退咗休，仍然選擇繼續貢獻社會。長話短說個流程，入咗診症室之後，黃醫師會睇翻我啱啱照嘅 CT， 跟住就即刻做口腔檢查，得到事實，結合埋佢嘅多年經驗，診斷我嘅情況，發現咗有輕微嘅牙周炎。教授話頭先你講咧，我有啲輕微嘅牙周炎咧，咁可以點樣預防咧？牙周炎嘅預防嘅係只係第一，要靠你日常去刷牙，攞口水，唔好用牙籤，用牙線。即係剔牙嘅時候，你唔好用，唔好似嗰啲我哋中國人啲傳統咧，喜歡用牙籤咧整壞你啲牙嘅，挑牙咧用牙線。比如講你刷牙係刷裏頭、刷外面，刷裏面同埋外面可以刷到。你裂鱗面咧，佢刷唔到嘅。鱗面咧，即係兩個牙之間啊，個接觸鱗面咧就要靠牙線去清潔。牙刷入唔到嘅，靠牙線去清潔到。所以咧都用啲牙線去清潔。係，因為日常維護。第二咧要定期去洗牙。教授話：如果個牙周炎喺一路發展，變成一個越嚟越嚴重嘅情況咧，會變成點㗎？牙周炎最初咧係牙齦發炎開始嘅。牙齦發炎咧時間長啦，你唔及時治療嘅話，時間長啦，慢慢咧，你牙齦發炎就會發展到牙周。到牙周炎嗰時咧，就會有牙周袋啊、牙齒鬆動啊、牙肉萎縮啊。
到最終嘅結果就係佢牙扭唔住啦，要剝牙。呢個係直接對牙齒嘅損害。另外一個問題就係牙周炎，有個炎症，你口腔裏有個炎症長期存在嘅話，一種炎症喺嗰度啊，等於個病灶，嗰啲細菌啊、毒素啊，可以入到我哋嗰個血液循環啊，可以跑到，比如講喺血液循環佢引起佢誘發糖尿病嘅喎，又可以加重糖尿病，又可以比如講入到腦裏頭都有可能啊。係有啲老年痴呆啊，依家都發現有啲都有啲關係嘅。哦，咁嚴重㗎咁樣。好，所以你就係牙周炎一旦發現要及時治療就係咁啦。因為佢係個病灶喺嗰度，有啲比如講冠心病啊乜嘢都有關嘅。牙周啲細菌喺心血管嗰度，佢沉着引起嗰啲動脈粥樣硬化，嗰啲係好多症嘅，有冠心病。同醫生傾完之後就去洽談室，呢度就有好多間，睇下有啲咩治療方案啦。呢位係蔡姑娘。姑娘，我頭先咧係喺診症室嗰度咧，就個醫生同我講話，我有輕微嘅牙周炎，究竟係點樣嘅治療方案同埋個收費係點樣㗎？牙周咧，比如我哋全口當中你好多牙齒，你之前有洗過牙齒啦，比如你個牙石咧係上面呢啲位啦，但係呢啲位通過普通洗牙我係清得乾淨㗎。但係我哋下排呢啲牙間下排呢啲有菌啦，仲有牙石咧，呢個係要通過醫生要牙周去刮佢3層清潔出嚟。比如我哋全口，頭先醫生話你係牙周一期係輕微㗎，我哋全口基本係會差唔多全口清一次。清一次其實要幾耐同？清一次咧，首先我哋第一次我哋牙周要清嘅過程中，我哋要先提前同你抽血檢查，check下你個身體，你個連血功能，因為比較深層啲。清完之後 OK 啦，我哋就開始清。清之前我哋會把你個全口嘅牙齒，比如牙周佢係分輕到重中，佢要先同每一個位同你篤下，睇下你個牙石有幾深。清完之後咧，就係慢慢一直咁樣同你刮乾淨。究竟個價錢貴唔貴嘅咧？牙周一期咧個費用係1280蚊，係啦。如果係重啲㗎啦，8000幾或者中啦，3000幾到5000幾都有，係啦。其實牙周嗰個期數咧，去到最嚴重係去到第幾期？4期。第4期。4期係最末期㗎啦。同埋聽講話而家即係麥牙口腔咧係有個深港種牙節咧。係啦，有㗎。究竟嗰個種牙嘅優惠係點樣？我幫我嫲嫲問嘅。OK 㗎。我哋而家植牙咧，佢有每第2粒有得半價啦，仲有緊1000蚊個優惠，係啦。我想要一啲比較好啲嘅質量嘅植牙咧，有啲咩選擇咁樣咧？其實比如有牙周啦，或者血糖高啊嗰啲人，我都可以揀到瑞典釘啦，瑞典 Astra 呢隻釘都比較穩陣啲，比佢更加好啲嘅諾貝爾啦，或者 ITI 啦，呢啲牌子都係可以㗎，呢啲牌子都係終身保用㗎。睇唔睇到價錢㗎？而家有㗎，有嘅。首先我哋植牙咧，佢有分諾貝爾瑞典呢啲萬幾蚊到6000幾蚊，5000嘅德國以上呢啲都係終身保用㗎。首先我哋要嚟到之後，要先拍個 CT 睇下你個牙骨點樣。如果牙骨頭非常靚嘅情況，基本呢個價錢就全包晒㗎啦。但係如果牙骨頭唔 OK，比如你高度唔得、寬度唔得，就有可能要植牙粉，係啦，都要醫生去評估下。但係呢個係現價，仲未計優惠呢啲係。譬如我嫲嫲如果真係嚟呢度，我植咗牙之後咧，有啲可能之後發覺未必係佢想象中嘅情況咁理想咧，有啲咩嘅跟進嘅可以做到咧？我哋種牙期前咧，比如我身體檢查第一啦，第二個安排手術啦，比如牙齒我都牙套都安裝上去之後，你會覺得唔舒服，我哋套咗牙齒之後都會定期叫你2個星期到要翻嚟復診。復診個過程中睇下你咬住唔舒服啦，或者你覺得美觀唔靚啦，我哋到時都可以調整㗎，係啦。之後種咗牙齒 OK 啦，非常完美啦，佢覺得 OK 啦，就定期1年度翻嚟復診一次都係包埋㗎。係咪有一啲即係聯絡嘅方法？如果真係想即刻同你聯絡，佢又未必咁好腳力啊，要翻上嚟㗎嘛？有啲咩方法可以聽？首先我哋都比如你喺呢度睇過啦，係唔係？我哋都會加個微信，俾張卡片俾你。如果你個屋企人想睇我哋，就可以連到攞卡片話我哋。係啦。咁仲有之後你喺度種牙咧，我哋都有一個種牙群。蔡姑娘啊，種牙咧，頭先講話有一個群咧，究竟係點樣運作㗎？首先我哋第一步咧，我哋就建個群啦，群咗有我啦，有預約部啦，種牙服務助理啦，之後咧就有你喺度啦，仲有
之後你種咗牙齒之後，我哋仲有一個種植醫生放喺裏面跟正你哋噶啦，係啦。然後咧之後呢個都有一個種牙一個圖喺度，比如我種牙前我要檢查啦、種釘啦、拆線啦，呢啲都係有一個過程，係全部都有噶。比如我約咗15號過嚟啦，我就13號我就會發呢個群組，你係約咗幾點鐘？你要注意咩嘢？你係咪要食咗嘢過嚟？你要翻嚟拍 CT 呢啲都會同你哋講。哦，OK，咁預約係我要自己去預約咧，定係你哋？我哋第一步嗰時，第一次嚟嗰時確定咗，我哋就會同你 book 位啦。我想問，如果係即係你報咗價可以即刻做到植牙嘅話咧，係咪可以安排到啊？我見而家都好似幾多人係做緊呢個植牙嘅手術。首先咧，我安排完之後，我哋要睇下你嘅簡單程度點樣。如果 OK 嘅情況，醫生啱好手術有位，我哋就先去檢查，當日就安排你個植。我哋整之前我哋要抽血噶嘛，抽血係測咩嘢咧？你個血糖、你個白血包、血小板、你個連血功能、你個血常規啦，一切咧全部係呢個標準範圍，我哋先可以整到。係種牙前咧，我哋會同你用埋血壓，用埋血壓，然之後咧會同你比如你咁嘅釘啦，都會同你講呢啲釘係點樣個保養期啦，簽完名先會入去手術。手術全程咧係要督住血壓去整噶。係啦。我嫲嫲嘅朋友咧都去過某一個地方度做植牙啦，下邊嘅植牙嘅，但我見到佢咧植牙中間咧佢外邊睇到咧係一條條咁嘅乳霜咧見到晒，咁係咩情況其實係？因為種咗牙齒之後，你首先把粒釘放落去之後，有啲人種釘嗰時肯定有補啲牙粉㗎，牙粉之後個腫咧會比較腫啲，腫完之後慢慢消咗之後會變瘀，呢啲都係正常㗎。前2日我哋多冰敷，後3日開始多熱敷，慢慢就會消咗佢。哦，原來咁樣嘅係正常嘅，原來哦。醫院都有唔少呢一類嘅科普場，可以睇到植牙嘅方法係點樣。譬如上排或者下排牙已經差唔多冇晒嘅話，可能淨係做4隻或者6隻植牙就得，唔需要成排做。咁我會做一個取模，做修復嘅支架。嗰4隻或者6隻嘅牙釘係一個支撐嘅作用，成排牙始終都係方便啲。食嘢嗰陣時唔會有新牙同埋舊牙受力唔同嘅情況出現。當然每個人嘅情況都唔同，最緊要係諮詢翻醫生嘅意見，再自己決定。好多謝大家收睇，希望呢條片對你哋有價值，可以分享開去俾有需要嘅朋友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